好一阵子了，就常常会听到骑车啊、开车的人啊，在路上很讨厌碰到怎么样的人？三宝，哦，就是每次碰到那种三宝，就会觉得哦很雷这样子。那所以呢，因为有这样的三宝的存在，所以会造成许多的交通事故。那除此之外呢，那有一位官员啊，有记者去访问一个官员，那个官员就说：“哦，现在的交通事故这么多，还有一个原因，除了三宝，他又说了另外一个原因，说因为骑机车的人技术太差。那为什么骑机车的技术太差呢？他就继续讲啊，他说是因为啊，这些骑机车的考驾照太好考，太简单了，应该也要像考汽车一样，去有什么驾训班，然后还要路考这样子。哇，大家开始一连串的讨论，就是为了他觉得，交通会这么乱，然后又这么多车祸什么，都是这一些骑机车的人搞出来的。哎，是不是啊？骑机车，好，一定心里抗议，对不对？好，我也觉得说，这个跟驾训班有什么关系？如果今天路上会有三宝，这些三宝不管是开车，我相信开车的三宝也有很多，哦，他们会变成三宝呢，其实他们也是受过驾训班的训练啊，也是考过驾照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三宝呢？就是态度出了问题嘛，态度有问题嘛，就是这种态度，这种尊重别人、会体贴别人的，比如说，你不是想转弯就转弯啊，你不是想停就停啊，哦，你不是想开门就开车门啊，你稍微要意识到可能会同时间会有很多人在使用这个道路。好，那这种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生命的这种态度，绝对不是驾训班可以训练得出来的。哦，因为台湾实在是补习班的这个氛围太强烈了，所以很多不管考试什么的，没有错，很多补习班可以训练出一批很会考试的人，但是呢，对于做事情的态度却没有办法透过补习班来培养一个人认真负责的态度，所以现在社会还是一堆乱象。那真正让认真过生活的人，就会大叹啊，虚空的虚空啊，怎么样啊，怎么样这样？好，那虚空的虚空，在我们这个最近这一阵子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有牧师也怎么这么相信啊？相信大家会跟着新眼光这样子照一步一步、一天一天这样的读。好，读到现在，我发现大家就会发现的关键字，在传道书就是常常出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这样。那传道书是属于智慧文学的，圣经里面它有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智慧文学。我们今年其实读了很多智慧文学，比如说箴言，比如说约伯记，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读的传道书。这3卷书都是属于智慧文学。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箴言呢，它所讲的就是公义的上帝、公平的上帝、正直的上帝。他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智慧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智慧的人呢，就会有所谓的好处。那愚昧人、远离上帝的人，就会有灾祸。这样。箴言所叙述，它所描述的都是一些平常，我们用常理可以理解，也可以认同的事情。好，那约伯记呢？约伯记它所强调就是反常啦，无法用常理来判断，就是好人也没有好结果，坏人呢反而还有权有势，坏人当道这样子，就是反常，让人无法理解的。无法相信，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无法理解。约伯记他强调这种反常的人生。那传道书就是刚才讲的，潮去潮落，春去秋来，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一切都回到原点，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在讲无常的人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罗牧师，那这样子，读传道书要干嘛？读约伯记又这么的反常，奇怪，圣经为什么把这2卷书放在圣经里面呢？
智慧文学就是箴言约国际传道书，它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无论你现在所面对的、所经历的是正常一般般的人生，还是反常无法理解的人生，甚至于让你有感叹说啊，虚空的虚空啊，考试就是这样啊，准备就是这样，反正每一次考试都是这个分数啊。就是这样子嘛，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啊？虚空的虚空啊，读数学以后用不到，读社会以后用不到。像佐贺的超级阿嬷就说啊，不用读历史啦，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用去追究以前的事情，类似这样。然后虚空的虚空，然后读什么都是虚空这样。他告诉我们，无论我们现在是处在怎么样的境况，我们如果要摆脱虚空的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就要凡事依靠我们的上帝。就是不论我们是在正常的情况，还是反常的情况，还是虚空的虚空这样子无常的情况，我们都要依靠上帝，用敬畏上帝的智慧来面对我们所碰到的问题。所以读传道书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或许对年轻人来讲，这是在读什么啊？我正在努力，你告诉我虚空的虚空，不是好像我热脸贴你的冷屁股，我在往前冲的时候，你在背后给我扯后腿。读传道书是很有价值的，不是只有给年老的人来读，特别是对年轻人。当我们在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传道书的叙述，我们要反问自己，检视自己在世上的年日是不是有符合上帝的心意，我们是不是有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并且更进一步在这个过程当中努力调整自己。努力调整自己，调整什么呢？我们要如何从注视日光之下的事情，拉高自己的眼界，注视在日光之上的上帝。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调整自己，那我们所做的就不会是虚空的虚空。好，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段落，我们放到我们的经文里面。经文段落里面看到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经文，卡住了，累格了。好，他累格，我不累格。好，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来了，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第9节、第10节，他所讲的到11、12节讲的就是两个人比较好，就是团队、群体的力量、群体性。这里强调的是一个群体性，相对于在这一段落9到12节的前一个段落，第7节、第8节呢？第7、第8节，他是说：我转而观看日光之下有一件虚空的事，是什么呢？有人孤单无双，无子无兄弟。所以7、8节在讲一个孤单无双、无子无兄弟的情况是虚空的虚空，然后接到9到12节开始讲到两人总比一个人好，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9到12节讲这个群体性的重要，它是一个对比。好，这个对比是强调，如果我们太专注于个人的利益，就会破坏群体的和谐跟荣耀。怎么说呢？怎么说？比如说第7、第8节，他是说有人孤单无双，为什么？你说牧师，我们没有孤单啊，我们看大家会坐在一起啊，我们做什么都是有一起，没有同学，没有朋友，没有同事。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极度竞争的一个社会里面，在竞争的过程这个氛围当中，其实逐渐，虽然我们好像在群体里，但是其实很多人在群体里面却是孤单的，却是孤单的。明明有同样的目标，但是在同样目标，照理讲应该可以一起走嘛，好，一起往前走。可是，在一起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好的话可以互相扶持、互相砥砺，然后呢，可能会有点羡慕，说啊，我羡慕你，你有什么样特别的恩赐啊？另外一个人说啊，我也羡慕你有什么恩赐，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帮补。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可是有一种情况就会变成
羡慕我羡慕放在心里面，然后慢慢那一个羡慕会变成嫉妒。当这个羡慕不是变成互相扶持的那个力量，而是变成嫉妒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开始有张力了，然后就渐行渐远，两人的关系变成脆弱，变得疏离。因为每个人都想争取自己的曝光率，会注重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群体的利益这样子。我想最近教会我们都在为了马街杯篮球赛，不管是青少期也好，社青也好，我们有组马街杯篮球赛，正在努力的练习当中，也开始有一些赛事，开始要进行比赛了。好，如果我们在打篮球，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或是打球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只注重自己个人技巧的提升，只注重自己的曝光率、曝光度，而不是看着群体的好处的时候，还记得牧师上次给你们上纪要真理班，还记得吗？就说板凳球员，如果我是板凳球员，如果这个板凳从头做到尾，心里一定不太舒服。甚至于说，我这个板凳好了，我没有从头做到尾，我大概上场的没有几分钟，然后就下来了，还是坐板凳的时间比上场时间长，我心里可能也不舒服。那这个当中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继续，牧师再继续跟你们提醒，就是我们在群体的训练，如果只是注重在个人技巧的话，那我们很容易，就算是我们胜了这场球赛，这场球赛也不算是胜利。就是我们如果只注重自己的曝光度，这场球赛的胜利也不会是胜利。怎么说呢？群体性的荣誉对我们来讲是什么？赢球嘛，没有错，赢球是荣誉，因为我们都会赢球，如果一直赢上去，就会有奖状啊，第几名就会有至少有一个很响亮的名次这样子。群体性的荣誉是什么？没有错，赢球是其中一个，但是胜利或者是赢球，不过是日光之下的荣誉，不过是日光之下的胜利。前2个礼拜，牧师还有挑战你们一个，还记得吗？就是我说，如果循环赛嘛，如果在循环赛里面你们每一场都输，打篮球对你们还有没有意义？对不对？牧师有这样问，对不对？如果每一场，我们来想一下，如果每一场比赛我们都输，打篮球这件事情对你而言还有意义吗？最近世足赛今天快要看完了，今天晚上就是最后一场决赛。好在世足赛从他们的初赛、复赛到准决赛、决赛来讲，我们会发现有些球员演技很好，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在讲什么吧？随便稍微撞一下，哇，有的球员就很会演哦，翻滚啊，然后痛啊，那脸整个这样子扭在一起啊，就很痛。然后就怎样争取那个摄影机的，就是他们就要争取曝光率，要刷存在感，这样。然后呢，更多的呢就是希望可以得到裁判的同情，或者是误判，然后让他们可以有罚球的机会，或不管是罚角球啊，还是罚自由球啊这样。然后可以借此，希望能够借此可以得到那个制胜关键的那一分。好，那这些他们为了赢球，什么小动作、小手段都使得出来。有一些球员如果其实我们也会发现，的确有一些队伍、有一些球员，因为这样子让球队得分，甚至因此士气提高，然后又因此真的胜了这场比赛。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吗？那个胜利已经蒙上了阴影，那个胜利不过就是日光之下的胜利，而不是日光之上的胜利。
今天的经文第9节说，两人总比一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两人，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复数，是个群体。今天因为一个人他做了一些小动作、假动作，赢得这个胜利，这个胜利可以让群体所有的人都跟他一起同样开心吗？我相信有些人的开心没有错啦，赢球很开心，但心里还是会有点阴影，觉得好像赢得不怎么光荣这样子。就真的你要同甘共苦，要同样的快乐，好像没有办法很开怀的快乐起来。好，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不是在为自己打球，我们是要为上帝打球的。当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赐给我们机会，赐给我们有打球的恩赐，赐给我们有这样子的场地，赐给我们有打球的伙伴，甚至于赐给我们有打球的对手，这都是上帝所给予我们的。我们参与在球赛里面，不论我们是上场跑的那个人，还是坐在场边加油的人，我们都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我们就是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因为每一支球队都是上帝的，当我们意念定睛在上帝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就会有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乎日光之下的输赢，而是在于我们在参与在这场比赛当中，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的心是不是连结在一起？我们的心是不是可以因着彼此连结，彼此互相的激励，然后我们一起享受在打球美好的这个氛围里面，而不是输赢。输赢就是最后那1秒钟过了以后，那种哇赢了，就大概高兴没有10分钟，好，算10分钟好了。那一刹那其实就10分钟，可是你在打球的时候，你在练球的时候，那么长的时间，不应该因为输赢就不算数。好，我不晓得有没有球员发现，因为牧师从去年来，然后去年也比较参与一个完整的球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牧师在你们开球，就是开赛前的祷告，牧师从来没有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建成教会的篮球队能够打赢这一场比赛。我想你们应该或许可以回想一下，可能没有这个印象，因为牧师不会为你们的输赢祷告，牧师为你们能够打一场好球来祷告。一场好的比赛，一场好的比赛不一定是会胜利的比赛。一场好的比赛是要我们可以尽心尽力参与在上帝的计划，因为上帝的计划无关胜负，而是训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以上帝为中心，以上帝为乐的这样子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手中的一条绳子，这个绳子那种像童军绳嘛，绳子要能够缠在一起，绳子要能缠在一起，它必须要有弯曲。该让你弯的时候你就要弯，该让你绕的时候你就要绕，就是我们愿意委身被上帝使用，被上帝调整。这个绳子如果直直的，像那个意大利面，大家都知道，或许有人不知道哈，还没有煮过那个直的意大利面，很直很硬，对不对？你有办法把它缠在一起吗？完全没有办法，它就是硬邦邦的。我就是不要改变，我就是直直的，除非等它下锅软化之后，才有可能缠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愿意委身被上帝使用、被上帝调整的时候，我们不再这样子硬邦邦，只看重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计划里彼此连结、互相扶持。我们就可以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这样子的才能有难同享，有乐同享，有难同当。不然想的是你自己在想的，是你自己在出风头，我一点都不快乐。有苦你活该啊！谁让你怎样怎样怎样？
不注重彼此连结的，在上帝里面彼此连结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同甘共苦。就好像我们每个礼拜吃爱餐，其实吃爱餐这件事情也是在上帝的计划，因为每一项教会推出来的事工都是有上帝的计划，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当每一个在准备爱餐的这些同工，他们参与在上帝的计划，他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借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恩赐、好手艺，来完成这些爱餐。所以每一个同工，包括我们吃的人，因为煮的人没有人吃也没用啊，所以不论是煮的人还是吃的人，我们都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享用，当他们愿意每个礼拜这样煮的时候，都是在回应上帝的呼召，在参与在上帝的计划。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爱餐小组有智慧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时间，要来完成许多菜色的变化。为什么要限制金钱、限制时间呢？就是我们不要好像弄得像满汉全席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主日来做礼拜，做礼拜是一个重点，重点不是在吃什么喝什么，重点是我们做礼拜。那我们怎么样透过吃爱餐的这件事情，如何透过在日光之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意识到、调整到我们要注重日光之上的事情。牧师好玄哦，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吃爱餐的时候，我们一边吃可以一边分享，一边交流。有人心里有苦，一边吃的时候可以一边陪伴，甚至于彼此祷告。如果在吃爱餐的时候呢，还可以分享说，刚才牧师说什么啊？传道书告诉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啊？如果还可以加上信仰的分享，那吃爱餐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是日光之下的事情，而是我们参与在上帝的心意，我们直接是做日光之上上帝喜爱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一位成熟的基督徒不应该只是注重今天吃什么、喝什么，合不合我的胃口。要晓得这顿饭是日光之上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日光之下的同工做出来的，是他们做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他们也做不出来。意思是这样。好，那我们如果对这个爱餐不满意，也没关系。你如果真的不满意，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很主观嘛，或者是有的人就是不敢吃什么，这是很主观的，不用勉强。我们不用勉强自己，明明就不敢吃，或者是不想吃，勉强自己去吃，因为他们是甘心乐意的去做，那我们就要心灵诚实的去享用。好，如果碰到你不爱吃、你不敢吃或者是不想吃的情况之下，我们一样可以陪在别人旁边，跟他聊天，跟他分享，懂这个意思吗？虽然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或者是不太想参与在日光之下吃爱餐这件事，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在日光之上属于上帝的福分。所以，当我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调整自己，就是如果输球，或者是坐板凳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碰到不好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难免心情会受影响。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视日光之上的上帝，调整我们自己，看重群体的利益，看重上帝的美好的旨意跟计划。这样子，我们的同甘共苦才会有意义。这样子，我们在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才会显得可贵。好，所以呢，不论是打球也好，还是吃爱餐也好，还是我们参与在任何的事工当中，我们到底是要争谁的输赢？是争自己的输赢呢，还是上帝的输赢？
我们是要重视谁的喜乐？是重视自己的喜乐，还是上帝的喜乐？当我们参与在教会的事工，参与在教会的上帝的计划，总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要借着一切日光之下的活动，调整自己常常注目在日光之上的上帝。我们强调的是马街杯，强调的是福音篮球队。福音就是借着打篮球这件事情来传福音。或许有的人，我们在比赛中可能有的人，我小动作，你会觉得我小动作这么多，跟我吃架拐子，不爽，可恶，他给我架拐子，我要给他架回去，这样子就不好了。当别人给你拐子的时候，当别人让你不舒服的时候，在这个当中，牧师提醒大家调整自己，不要让别人不当的行为影响到你要享受日光之上上帝给你的丰富，给你的美好。当然那个很不舒服，一般我们的人性就是你打我，我要把你打回去。你呛我，我也呛回去；你给我架拐子，我要给你架回去。特别是在那种竞争的那个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情绪都非常激昂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在那个过程当中还可以继续 hold 住自己，不要被影响 ，hold 住自己，注视在日光之上的上帝。在读传道书的时候，第1章第9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3章15节也说，现今的事以前就有了，将来的事也早已就有了，并且上帝将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我们在读传道书就会发现，怎么东西一直重来。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生命常常碰到一些事情，我们讲说好，鬼打墙也好，撞墙也好，很多事情就一直反复不断的在发生，不断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这绝对不是上帝给你的惩罚，而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上帝给你什么机会？就是你以前可能没有调整好的，我一再而三的给你机会，再来调整，调整到上帝满意为止。当然了，当我们真的调整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得自由得释放了，因为我们已经不会去那么 care 日光之下的事，而是 care 上帝的心意跟喜欢。愿主的灵充满我们，愿很多事情，愿当上帝把每一件事情都一直不断的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次调整自己的机会。在基督里，在教会的团契中，调整自己并不容易，没有人喜欢被调整，因为我们都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有我们成长的背景跟环境，调整自己真的很痛苦，真的很难，很不容易。这就好像是一条背负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起受苦，如果我们愿意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一起受苦，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从死里复活当中得到那个得胜的人生，我们就可以一起享受从死里复活的胜利跟欢乐。我们如果可以在生命当中一起来受苦，我们就可以一起在成长当中得荣耀，得到那永恒的报偿，得到永不会衰残的冠冕。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在调整的时候，就好像大海翻腾一样。我们常常想要逃出上帝的手掌心，我们很想做自己，我们很想就这样子吧，什么都不要管，我豁出去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像大海翻腾，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大
上帝一起展翅在暴风的上空，藏我在翅膀底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可以降服在他的底下。不知道在你现在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正遭受了像大海翻腾、波涛汹涌这样子的磨难？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有许多的委屈，有许多的不满，想要爆发出来？很多时候，在我们每一天经历当中，可能在学校，可能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在任何的地方，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好像要火山喷发一样，我们无法安息，我们一直被这样的情绪困扰，被情绪搅扰着，我们没有办法，好像我们想要甩开上帝的那一只手，我们不想跟着他脱离这样子的辖制，脱离这样子的捆绑，进入那自由之地。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有这样子的难处，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说：主啊，我想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境况，我想要得到自由，我想要得到安息。主啊，或许我曾经我把你的手甩开了好几次，但是我现在，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帮
牵着，让我们可以跟着你进入到那安息之地。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着我们自己的心来祷告，求主帮助，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救我们脱离那个患难，救我们脱离那个辖制，救我们脱离那些捆绑。谢谢你带领我们进入那自由之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那苦难之地进入那恩典的自由安息之地。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